呢排避險情緒真係好高漲啊，個市場差唔多都俾佢點燃啦。受呢個影響，金價喺禮拜二直接一飛天，又再一次創咗歷史新高。禮拜二金價一度飆升到3163.80美元盎司。今年嚟金價漲幅已經超過20%，創下咗自1986年以嚟最強勁嘅季度表現。今年第一季美國嘅黃金 ETF 簡直就係吸金神獸。渣打銀行數據顯示，第一季投資者瘋狂俾佢投資金，瘋狂吸入超過192億美元。點解大家都瘋狂湧入黃金市場呢？罪魁禍首就係特朗普嘅關稅威脅。呢個消息一傳出嚟，投資者就嚇到，即刻將錢搬去黃金市場揾安全感。渣打銀行貴金屬分析師 Shuki Cooper 指出， ETF 嘅復甦可係近呢幾個星期黃金市場最顯著嘅變化。一方面係對其他資產收益率降低嘅預期，另一方面就係擔心關稅影響通脹同增長。呢兩個因素一疊加，就好似俾資金流動按咗個加速鍵咁。美銀最近嘅調查都顯示，投資者投資組合入面被視為謹慎情緒衡量指標嘅現金，都實現咗5年來最大嘅月度增長。世界黃金協會高級分析師 Christian Gopal 話，不確定性就係人們重新對黃金感興趣嘅主要原因之一。依家市場上普遍存在住規避風險嘅情緒。Aviva Investors 多資產主管 Sunil Krishnan 表示，考慮到關稅政策實施之後，美國本土經濟可能放緩，政府債券簡直就係最有吸引力嘅對沖風險工具。不過佢都有提到，金價已經漲得咁犀利啦，呢個時候再增加黃金配置就有啲吃力不討好。總嘅嚟講，而家市場充滿住不確定性，投資者為咗保住自己嘅錢袋子，都喺瘋狂揾避風港。黃金、防禦股、美國國債、德國國債等資產都變成咗熱門選擇。後續市場會點發展，我哋仲要持續關注。